香港的民主受到糟蹋，国家人权博物馆和关心人权的画家任进美斗阵合作，邀请民众伫咧网络顶头用图来甲香港祝福，连日本的画家也做伙来响应活动。黑白黄色的地图顶头写“我支持香港自由”的英文字，也有画伫咧光影内底的violin的精灵，表达老张树画搁再重新画过来的希望。这分别是日本出名的插画家 George Arai 甲伊西希德克，为着响应咱国家人权博物馆伫咧网络声援香港所画。就破事的物件，啊，毋过呢，伊就是马上会使你互人感动。就我知，就是足侪香港的朋友，伊嘛拢看到啊，伊其实嘛拢足感谢大家安尼甲因支持。香港伫咧今年6月份，先是纸本的《苹果日报》去红标价停刊，8月15民定解散，加上最近香港民主派人士小连续去海外寻求庇护等等，学者表示，香港会当讲是90%失去自由啊。不过，声援的力量定定会当互北京有压力。咱即马透过种种的这种小小的活动，事实上，咱甲香港即马咧受苦的代志，要讲互即个世间的人知，互人唔通袂记哩。即马即个时间咧变化真紧，无定1年2年中间，世间有真大的变化。迄当阵啊，香港的问题就有法度解决。用插图声援香港，国内也有真侪作者是咱20-30岁的少年画家，这2年拢和国家人权博物馆斗阵用画笔画出人权精神。除了创作者端的培育，我们也希望跟出版社合作，我们一起针对人权议题的一些绘本来进行出版。人权馆表示，虽望网络串联活动已经伫咧7月底结束，不过即马要继续来看，已经累积超过98图，众人拢望用艺术继续替香港留一线希望。记者民警林学凯，新北报道。